你敢知影蒜头要安怎剥皮？剥皮，啊，着菜刀甲หั่的，伊着皮着落落哦，来迄大家都知啦。啊，我知我有一招，嘛是足简单哦，就是譬如讲安尼一瓣一瓣对无？啊，你头甲尾安尼甲切咧，咦，你会看伊这皮小可就翘起来对无？这招我都唔知影，哈哈哈！看到无？内底是啥？蒜头，蒜头了啊！使用前，气功明，摇摇的哦，可以当水刷运动。好安尼哦。你看，真的呢，啊皮拢落来，拢溜皮啦呢。嘿，哟，我那想袂歹用嘿，呢。我摇无介济，嘿哦，啊，就变安尼，你看。啊是讲安尼用摇的小可会靠伤吼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克伤啦。啊你摇个爱出力。啊，毋过我还有一招，还有一招什么招？大家妈妈应该拢知影，浸水。你看，浸水，啊是浸烧水啊，浸冷水。温水，啊浸一个就好啊，你看。浸一个就较好剥皮吗？对。哦，安尼捋一个就好啊。真的，伊咧皮变得足骨的吼，骨的安尼捋落来就皮就流起来。啊，这种方式较袂克伤啦。有影吼，安尼规粒较完整吼，规粒完全好好安尼。